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是原地。离开你啊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啊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淡落大海。先生，你注意看哦，无偌济人会当看到。我家己的功夫，第一步，精神控制，自己发明，独门大汉，千里独步。万里，你这招看起来敢若真厉害，也毋过我看到目睭拢火去。啊，你这招若拄着敌人的时阵，敢真正有路用？若无路用，我哪有法度活甲即嘛？就算讲有路用，迄嘛是拄着人少的时阵。啊，假使你若拄着一大群人的时阵，啊，你是要安怎？人讲拳打人三里虎，脚踏北海高粱。人少时，人相来相去，可以拍袂着。人啊，这时阵，人讲兵好难对高拳，我让我千里独步，分踢袂着，抓着我比顶天更困难。唉，万里啊，你这是算什么功夫啦？啊，拢无正统，学白来。我爸爸的功课拢免甲学了一呢。啊，拍功夫甲人相拍，哪有啥物公平正大啦？对无？对啊。对。我死狗吼，你若连甲我这种程度，我累了，搁甲你关键，你会进步较紧，知无？来，我教你。阿爷仔，你摆迄个眼神甲我看，我麻烦你徛到边啊，死狗吼，我功力来发落，再甲你断掉，歹势，较边较边。好，来，要注意哦。大南山兵虎，脚踏北海高粱，出门万里，啊你真正是来乱的呢！天生的基本功夫都还未练知的，你着教一寡有诶无诶。阿奇仔，啊毋过，也毋过无你的代志，你去抓药啊！好，天生，来，你继续。真正毋捌会呢，要几若8年功夫，而且不爱学，去学迄个。咱练武是为着要强身，要帮助人，唔是要共欺负、要伤人的。所以，安尼咱练武才有意义。阿奇仔，我知影，天生会谨记在心。像阿奇仔，你3日半暝甲天生吹出来，是毋是有新的招数要去教？唉，啊，着日是我教你练武的时候，迄万你定走来咧插嘴，要教你一寡奇门怪招。所以我毋只趁暗时伊困去啊，才来教你啊！啊，原来是安尼啊！你教的功夫学白来，无正统，你莫学。是，我知影。对啦，明仔，前2天你教我的迄2招气凯山河、风起云涌，我可会记。我来拍2招，你甲我指导者，好？好，来。风起云涌，哈。气凯山河，
叫做良缘，良缘是啥物？就是好的缘分啊！啊，若好的缘分，最后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会当成亲查某。所以吼，这新房之喜，同房之忧，上该好结条的是啥物？就是这，我兄弟啊，像我做代表良缘的，就是这对大红蜡烛。对，因拜我哪能无收到啊？因为我无拜过堂啊。趁即摆大家拢离啊，无用拜堂的代志，我就拿这大红蜡烛代表良缘的物件，摕来叫公主。我公主都叫啊，公主，你有叫啊，等我。就是，公主有叫啊，开。你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谁？新郎官新娘恭喜你吼！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查甫缘投，查囡仔水，生家就真古锥哦！恭喜！这偷去我的大汉子。无啦，我无偷客，因为我要救人啦。你借我几工我提醒你啊！房间表啥好，恁请无用。错啦，快走，但是没了，香的，哈哈，我要香的，好，真笑诶，无想甲恁教死者，当作我无个性哦，切。那比我较歹。敢拍我啦！你敢袂伤过懵懂，伤过大主大义啊？无讲是啥，就偷走去人家洞房，要人偷摕人家大红钱。好佳哉啊！无王掠着，甲你送去官府。你看卖，佮庄家咧不得不亲，敢会看的？我就想讲，迄良缘一定甲相亲啊办喜事有关系啊，所以我毋才走去共偷去迄大红的红钱，想要叫阮公主。我知万里的，若你对新人仍然是洞房花烛伊啊，你走去安尼黑白人舞的，人用是要安办喜事？我嘛是安尼感觉的，较点的。我想这个良缘哦，并不是你想的一般人的良缘啦。我来立教。你是咧创啥？什么代志？学功夫。我嘛是要来教你功夫啊。学功夫？我看你表情，敢无相信我呢？我甲你讲，我看天看地，你看出来，你我都练出好武艺。莫对阿二世人的话无效，搁受过慢，来对我学，若紧厉害，而且搁无甲你收钱，安怎？看即马阿二世要来，我教你我独门的绝招，龙行千里。龙行千里。注意看，嘿！有看到无？换你啊！哇，对啊，做一遍。我无法度啦，这伤过困难。哎呀，免惊啦！万你，今日更加救了啦！是龙行千里，唔是假倒头栽。读册，
啊，不过收袂到呢，你第一摆飞，我就飞啊一罐嘛。唔係講遐爾多啊，緊甲我救落來啦！哦，你这招够厉害哦。哎，曼丽，你也走来遮？哎，阿基仔，阿基仔，哦，我知啊。你敢是过来教天生一寡奇门怪招啊？哎呦，阿二师，啊，就算讲是奇门怪招，老用到就是好功夫啊，对不？唉，练武哦，佮专精一种路数，安尼东学一项，西学一项，敢若参照逐项都会，都无一项好。而且，规个人的气拢会乱去，万一来去走火入魔，就算大罗神仙下凡嘛无救啊！阿二师，你莫甲天生迄惊啦！我知你足重义气，啊，不过你教伊的步数老个慢，我的步数更够有效，听我就无唔对吼。乱来！我白讲，天生，你唔通听迄有诶无诶啊！阿基仔，我无啦，啊，对万里的吼，无代无志就甲害去你啊！这表示你的功夫底有够啊，对唔对？听我的就对啊啦。阿二师，我无白来哦，听我的啦。阿爹啊，万里兄，你是咧玩啥？我哪敢会咧弯啦？啊，说唔知万里，咱要教天生一寡有诶无诶，我白来。哎，什么有诶无诶？哎，少年姑娘，我是好心哦，教天生功夫时间，伊找宝贝时，唔则袂有险，啊，对不？对嘛？什么咧对？天生，你千万袂用听伊阿爹的。万里兄，我知你拢有家己的想法，啊，毋过其实天下母下的道理，毋就是希望会当保护家己，搁会当救人。假使讲你若是认为家己的功夫是上好的，恁就全部拢教予天生啊，互家己去体会，安尼敢毋是真好？对。也毋过，你，哎呀，黑白来啦，哎。哎，唔系，你嘛听人解说去。那迄步，家己练一下。哎，阿二师，我就甲你讲过，你第一步就伤过时啊啦。第三保护中原，到底是什么物件？到即阵还未找到这项宝贝，唔知林公主是不是支持得去？不要的，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，把这中原找到。中原，这项宝贝到底是什么物件？是有形还是无形？中原，什么人的原？什么人的中原？对，什么人的中原？忘不掉，对这个方向来做就对。娘，你是安怎啦？你哇，这个小苗会来愈来愈细啦，今仔日完全无风，啊，来愈来愈细啦。是哦，这敢有风无风，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这是因为同心、无悔、忠言，这三项宝物无齐全。会就会愈来愈细，生死有命。孙红，3天后的子时若到，假使良缘若无来，我就会身形俱疲。千爷啊！你有听到无？3天，娘娘今日剩3天尔啦。讲要去找宝贝的是你，找无的嘛是你。早要知，我来去找就好啊啦。真正啥物代志拢无法度交代。你，娘娘，你讲你3天后会身形俱灭，敢是真的啊？娘娘，你袂用去死的啦。你若是死，我甲千里会是要安怎？还阁有
遐尼侪百姓，等你闻声救苦，伊是要安怎？娘娘，你袂死。娘娘，你静养，我替你护法。孙红，你免白了讲，找到顺机主的。千里耶，你有听到无？娘娘跟他剩3天尔，千里耶，你赶快紧转来！我查囡仔装啊，辣椒也偷客啊，嘛去用拍，是安怎就是无都找着龙的。安怎讲？我绝对不是你要共偷摕人垃圾的。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，我捌去过将军府，无用看到吼，一顶咧黄金的银字的绣字画，中就绣一个银呢，敢讲，迄就是龙银。咁安尼，第3项宝物会伫将军府，这敢有可能？啊，其实你想看觅，霸州城这个所在，啥物人上较重要？啊，就大将军高鸿丹啊！伊的地位一个所在，无皇帝嘛算宰相啊。啥物人的官比较大？敢讲伊的言无够重要是无？万里，你所讲的吼，我总是感觉怪怪的。绝对袂怪怪的啦！这高鸿丹甲你比拼的stra机吼，是咱这个所在第1号非凡人物。意外破断，绝对是因两个缘分。无唔对，就是安尼，因两个缘分无唔对，就是安尼，哈哈，揣着两个啦！喂，万弟，我听你安尼讲，好像就真有道理呢。也毋过免想遐济，等下做回来，甲迄个两个客倒来，好无？是啊，我甲你做伙去。对啊，啊无你要啥物人啊？你最近学我的功夫。阿二使讲我学袂少呢，敢讲你无要好好等一下？你想要勇勇要绑你这将军条哦？做回来个头家就对啊啦，好无？做回来。毋过，也毋过啊啦，我拜托你啦，你还阁想咧哦，我讲说无性命呢，紧拜托你啦，吼。阿二使，你看咧，还是我甲万弟来？好啦。但不过恁两较细意的，啊，好，来，行。万弟，将军内面真侪官兵，较注意，知无？我知影，你打着我卡。是，较细声咧，知？足痛的，啊，不过无要紧，趁到你安尼跳咧，我足感动的。只要我甲你讲，无白了讲。多谢。行。你哪唔跳？我卡住痛。你踏来啦。喂，万弟，你顶一边伫倒位看到你的脸？有一段时间啊咧，有啥会记得吼？伊到底放啥所在？哦，你嘛真懂咧，无啥会记，咱只是要为对找去啦。无要紧啦，有时要找哦，免惊找无，就算规个上空甲兵都来找哦，莫等甲找去。最近对门调调，你四会花花走，我实在足烦恼。讲大声，听。等一个啦，我叫袂记，吃咯。将军，听讲慧敏最近常常去妈祖庙斗相共，到
斗三工，伊是咧跟人斗三工啥物？最近咱百洲城历来真侪灾民，所以妈祖庙收留真侪这款的灾民。嗨，迄灾民吼，若毋是规身躯全伤，啊，若无就是破病。啊，这妃敏嘛是咧，唔踮咧将军府内面好好享受，啊，定定走出去甲灾民斗阵，这成什么体统？靠，这样我要比屁呢！你唔知该摕你这用着，咁知好歹？喂，万里，莫管因两个啦。哎呀，是讲我将军有这么大，迄个严密到底会走去倒位啦？我兄弟啊，这样优秀的物件，绝对不可能放大厅，一定是房间。房间啊，甲照看卖。好，分头进去。好，来。这边啦，这边啦，是讲分头进去，迄边先啦，行啦。提醒！万里，阿问都无乖，你哪有背堂啊？走，来吧。第一边拢找过啊？我拢找过啊，拢找无。剩一件尔，咱甲斟酌找。好，开始。真正是一个演力啊！我都甲你讲过，我绝对袂讲你，即摆你相信我哦。我公主叫我给他起来，公主叫我，公主叫我。万里，物件摕掉，紧来走。因两个直接开随时冲起来！你走了！等一下，你个谁你？东南乡古旁，小无听孤单窗。公主叫我，公主叫我。万里，物件摕掉，紧来走。因两个直接开随时冲起来！你走了！等一下，你个谁你？天生有这款的功力。你是什么？紧来走，走。打枪！收工！天生竟然有这种功力，不但闪过我的攻击，我煞颠倒中一招。做伙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天生甲万里偷走入去你的房间，将咱迄副黄金的艳丽画偷摕去。因无代无志，来遮偷摕迄是要创啥？我嘛唔知。敢讲这是调虎离山计？其实因的目的是咧下二主。再记，你下二主有更好。将军放心，夏日子还阁伫。我将夏日子藏喺密室内底，而且密室我已经司法保护。这种法术真特殊，我相信天下间无人会当破解。假使毋是我亲身带入去，若家己走入去，只有一个下场，就是死。真好，
真好，沙琪你做了真好，只不过伊冒这么大的险，但是目的并不是为了下日子，敢若偷摕迄副黄金的延年寿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敢会有其他的目的？将军，你是安怎？下日子还阁伫个啊，你应该欢喜才对，哪会咧吐大气？沙琪啊，你就要知影，这副寿礼是当初咱熟识的时阵，我为着要纪念咱这段这么珍贵的情缘，所以我专工派人将黄金甲样入去丝线内面，才互你一针一线安尼甲缝填起来。即马互因两个偷摕去，我要哪会袂气愤？这个人真正是唔知死活，敢来将军府偷物。我看，因是外了线。看，不如我即马派人去妈祖庙去甲抢转来。将军等下，即马两国交战，咱阁有搁较重要的代志爱处理。等代志完成了后，咱才来找伊算账。我看，暂时也是照你的意思。公主，你哪敢动嘞？去遐有一点仔消息拢无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无啦，点咪，宝物找到无？找到啊！对。好你家仔，你找到无？甲你踢咧地下，讲。哎，真正是。公主，李公主，公主啊！大你找的是什么宝物啊？公主来变安尼，血愈来愈细啊！这是什么宝物？你是要害死公主sao？李公主，公主，是的啊，我唔知影，这么简单去冒险去台良缘，竟然会变到安尼。是的。安弟，咱摕来良缘，可能不是真真正正的良缘，应该是个缘的。结缘？对吼，高宏达，甲迄姚路刷起两个卑鄙少年，拢背又甲害死遐济人，因两个做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。拢是我，竟然自始自地，险害死公主的性命。田青讲了无唔对，迄个缘里不是良缘，是个缘，而且是花朵带来抢来，并不是天作之合，甚至还阁有血光之灾。公主。是的，是的，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，公主，拢是我唔对。是的，你给我起来！万里啊！主都还未死，你咧跪啥？你是咧哭啥？我跟你讲，公主若是真正有啥物三长的问题。我就叫你跪在公主面头前，跪一世人，听到无？小公啊，你哦，莫去怪万里啊！万里哦，嘛是烦恼林公主的安危，而且一时哦，死到早去，你哦，莫去这边啊！我不是挑工要一边，你莫替我求情，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，你可以骂我，可以骂我。你，莫去这边家己啊啦！你哦，赶紧想一个办法，把真真正正良缘找回来，那你唔才会当将功赎罪，对无？敢会晓讲有啥物路用？阮公主敢若剩2天尔，剩2天会当活，你知影无？我逐
逐工咧顾这火，我心肝头偌艰苦，恁知影无？你一定唔知，讲到恁知，我喙手就拍干啊啦！恁哦。 玉皇大帝啊，观音菩萨啊，请恁有灵有舍，一定要保庇阮娘娘紧好起来。你要保庇天师甲千里的，去甲保护找倒来。我求恁啊，我求恁啊！ 千里，天生啊，是的啦，我唔是挑故意要骂恁的。你甲天生伫外口找甲遮尔辛苦，我拢无甲恁斗相共，我嘛真歹势。也毋过，娘娘就真正有危险嘛，希望恁会当谅解。是啊，娘娘。 我会当有你甲千里这两个护法这么尽心尽力，就算讲我无法度上命，我嘛心愿意足。娘娘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你一定会无代志的，你一定会无代志的。 想高旁小无定，孤单窗伊我。较忍耐的啦，查甫囝咧哀叫，来，紧动看卖啊。 安怎？有较好无？哇，哦，医生，多谢你。免客气啦，你这哦，经过来，逐工小运动者，吼，安尼要好较紧。好。你是安怎？行到无水去关掉，我听到即阵。来，我看卖。 关无对，啊！你遮家己小乱乱，多谢。吼。阿爹，小月，天生甲万里去找良人，敢还袂转来？阿妹，希望因一切顺利，赶紧甲林公主救回来。林公主，若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当亲像林公主同款幸运这世，都袂有遮尔侪人受苦。 小莲，你莫失志啦！阿爹相信这个世间，还阁有公理甲正义伫咧。希望公理甲正义当赶紧来，啊若无这百姓，实在是有够可怜。拄要去找啥恶念？ 心怀善心归正道，天地无私必有报，菩萨总护善心人。妈祖娘娘，请你保庇这个灾民会当平安活落去，保庇因会当赶紧找到因失散的亲人。妈祖娘娘，你救苦救难，即马这个灾民真需要你，请你显灵。 帮助因渡过难关，好不好？正道不正，创伤受苦。我煞干那会用坐你咧遮，无所作为，无能为力。林伯娘，你敢毋是要这世救人，以佛心普爱天下众生，听众生伫咧求苦。 你就一定爱去救苦。
妞，你是要创啥啊？我要倒转去救道长啥？妞，你身体已经安尼啊，你搁要转去救人？到时阵若是算着伤者完成，你会身形骨病咧，袂用诶，我袂当让你转去。敢讲你忍心看在面继续受苦？妞，我当然不忍心啊，要不过你怎哪会转去？有一个啥物三长两短，百姓会搁较艰苦呢？咱敢是常常苦劝众生，看重家己的病痛，就是看轻家己，看轻家己，就不得偿还。搁再讲，万般皆是空，我并无重要。你莫搁主动看我，千万唔通有遗憾。伊的工嘴受到感染，已经烂起来，听无？公公真是无其他办法啦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一定有救。我有救过妈祖娘娘，我相信一定有奇迹出现，一定有。秀莲啦，你较冷静的啦，生死是天注定，唔是你我会晓决定的。因的做有使人同情，也毋过这毋是你的目的，你千万家己袂用乱去，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吼。阿爹啊，唔是我的唔对，感觉都是伊的唔对。因只是善良的老百姓，是安怎都必须要承受这款痛苦甲折磨。妈祖娘娘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保庇因平安无代志，我求你保庇因平安无代志，求你。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，我求你救伊，我求你。可怜的人民，国家战乱，互恁着要承受天灾人祸，你是这样无辜。你要勇敢，千万唔通放弃求生的意念。我嘞，就有希望。哎，我来去讲，我怎么好去？我怎么好去？我怎么好去？阿伯，我怎么好去？阿伯，阿伯，你敢知影？是妈祖娘娘救你，是妈祖娘娘救你。妈祖娘娘啊，感谢感谢，感谢妈祖娘娘，感谢妈祖娘娘救，感谢感谢感谢。绝路就会当找出活路，危机也就是转机，一时的痛苦，就会当互你更加定性信念。妈祖娘娘，你救我！多谢妈祖娘娘，多谢妈祖娘娘你救我！多谢妈祖娘娘，多谢你救我！多谢你，妈祖娘娘多谢你救我！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妈祖娘多谢你救我！你嘛勇敢活落去，厝内面的人
还搁咧等你。妈祖娘娘，我兄，我来是妈祖娘娘救我，多谢妈祖娘娘，多谢妈祖娘娘。天灾起意念后，众善出尽。只要恁大家有善念，只要恁大家扣共心，自然会当渡过这个难关。多谢妈祖娘娘，多谢妈祖娘娘。妈祖娘娘，妈祖娘娘无去啊，就嘞。妈祖娘娘无去。妈祖娘娘真正听到你的祈求啊，伊真正很像啊。妈祖娘娘真是很灵，妈祖娘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妈祖娘娘。娘娘，你有要紧吗？我不要紧，娘娘，你真正受苦啊！会当解救众生，搁较苦嘛是有价值。娘娘，我知影有价值啦，也毋过你看，火得要火去啊，你的元神得要离身啊，咱来紧倒来去。搁安尼落，娘娘一定无法度支持落。系啊，我一定要紧想办法。这，娘娘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是毋是想要炼制敬魂？只要是损毁、伤害、虐待家己的肉体，拢毋是佛温准的。再讲，你是为了我免让你安尼做。娘娘，佛祖当初是把我家己肉去饲好呢，啊，我当然奉献不了种，我毋准你安尼做。也毋过，讲的话你敢无听？娘娘，歹势，我毋是挑故意骗你的。我知影不管我安怎讲，你嘛袂互我燃指敬魂。也毋过，这是我即马唯一会当救你的办法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一定要安尼做。唉，这支手袂用烧，这支手还阁保护娘娘，只好烧这支手啊。也毋过五载是要烧倒一载呢？成烧上尾再好啊！是讲，若甲这载烧掉，我下摆就无法度挖耳孔、挖鼻孔啊！而且你嘛对佛祖不敬，袂使。这载牵动其他载嘛袂用烧，这载上长，烧上久上疼嘛袂使。敢若剩这两载啊！这载是共学老的，这载是骂人的，我顺风袂使阁骂人啊！我敢若会当共学老。好啦，就烧这载。孙老，你是安那无爱听我的话？原本就是烧枕头也真疼，想袂到我毋但袂疼，而且佫非常的欢喜。娘娘，你要紧好起来，若是这支无够，我佫有其他的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紧好起来，你一定要紧好起来。
妞妞，真歹势，我。上天赐予咱五支镜头，每一支拢这么啊重要，一定要好好爱惜，千万唔通损害。只要损害任何一支镜头，这棍头母顶起都无力。妞妞，我知。 大姐，万你兄，我找到龙的。将军府迄个言语是假言啦。拢怪我啦，摕你个假言，差点甲阮公主害死。那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时间无多啊呢，咱若是搁找无良言哦，恐惊林公主伊。啊，会使，先莫着急啦。啊，等下哦，咱同齐去想一个办法，再去出来找。对啦。啊，拄则甲万里就行入来，咱拢无看到遐个灾民啊。哦，因遐人哦，相拢好啊，拢走啊。相拢好啊。是啊，妈祖娘娘显灵，家弄医好。妈祖娘娘显灵。哪有可能？是真实的，迄个时阵天顶出现七彩的光芒，遐患者都拢随好啊。敢有可能？妈祖娘娘闻声救苦，真正是做慈悲、做伟大。哎呀，娘娘，你的身体已经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竟然搁显灵救人，秀莲姑娘讲了问对，你真正是真伟大。慧敏姑娘，虽然人咧讲男女授受不亲，也毋过我看你的手已经受伤啊，是毋是会当有天生替你疗伤者？慧敏姑娘，那呢天生老无缘的所在，请你见谅。小姐，我弄问弄规半工，啊你拢无甲我应，我家己入来啊。会当请教一下吼，小姐，啊你是咧想啥物代志，连应拢无甲我应啊？我都无听到啊。无听到？你是咧看啥啦？我是有啥物所在无共款哦？小姐，我知影你咧变相思吼。我哪有啊？你出去，出去！我叫你出去，你有听到无？出去！好啦好啦。天香。小姐，你一定会变相思啦！我嚟讲，这种代志我足有经验的哦。后白讲，你有啥物经验啊？上讲我无啊！我嚟讲哦，迄个十米仔的狗笼啊，啊，佮做木工的木员吼，因拢，含
我无关系啦。不过因心爱的，项目拢做好的，拢会讲心内事哦。所以啊，迄情啊爱啊，我上清楚啊啦。啊，毋过我真是无咧想天星啊。不过我无咧想天星啊。小姐，我敢有安尼讲？你家己讲的哦。你早啦！哦。人，就直接甲讲啊！你哪这样阴魂不散啊？出去！哎呦，小姐，我是要甲你讲啊，你怎么介意人？就冲到伊的头前，大声啊讲：何公主，何天星，我总爱你。你有讲吗？我已经有甲伊暗示啊。哎呦！小姐，暗时哪有路用啦？直接甲呛明。袂用你啦，后天星伊介意的是秀莲。哎呦，小姐，你管伊的介意啥？我讲几个例互你听啦吼。你敢知影？迄个阿元和阿元啊，本来是做伙啊，啥啊到尾阿元会娶阿美？迄是因为。有一摆咧拜拜请人客的时阵吼，迄阿美啊，就假做啉酒醉，倒伫阿元的身躯顶，结果因就做伙啊。搁有啊，迄卖火的男仔嫂啦，是安怎吼？伊本来和阿东是对细汉就做伙啊，到尾伊还叫有得名。因为得名酒醉啊。小姐，迄查甫人阵啊，假做酒醉，甲人骹来手来吼，向当做猪哥呢。那咧是为虾米？迄是因为德明为了要得到咱阿嫂，伊要和迄阿东做好朋友，带阿东去跋筊，捡一大堆娇小。所以德明就用娇小变动离开咱嫂啊！哈，这么无天良。米芳，你到底想要甲我讲啥？小姐，我即摆要讲的，敢若4个字：怀岛断爱。怀岛断爱，袂用你啦，我做袂出来。小姐，你是将军的查某囝，你的头壳嘛放啊真光嘞，这种代志是善事，毋是歹代志呢。天生这么好，你敢忍心互伊和秀莲过这种艰苦的生活？小姐，一旦你怀岛断爱，你等于是解救何天生的幸福呢。哎呦，米芳，我承认啦，你讲啊是淡薄仔道理啦，毋过怀岛断爱。我真是做袂到，谁叫你去做啊？小姐，平常时你对米芳真好，今嘛是米芳报答入的时阵啊，过时。怀岛大爱。要检考，我一点仔无成，要安怎？有啊！
无解的情况啊。不，我搁足介意伊的啊。不过这药丸唔是我要食的。那安尼是啥物人要吃的？当然是阮小姐啊。秀莲，你知影阮小姐是安怎会变伤生吼？安尼，你敢愿意开一下药丸，互阮小姐食？李芳，我毋是大夫啊，我哪样开药方，你应该找林公主才对啊。林公主的医术是足高明啦，啊，啥物症头伊拢有法度医。独这个病吼，伊的头壳就会冒咧烧，所以这病嘛是爱靠你啊。秀莲，拜托你手势举较悬嘞，啊放过何公主，成全伊甲阮小姐啊，安尼阮小姐吼，迄药仔拢免食，就会好啊。哎哟，你莫阁丢毒啊啦！救人一命，功德是无量呢。李芳，哪有遮尔严重啊？这甲林苗有啥物关系？安尼你阁听袂出来哦？查某人的真情吼，是比性命阁较重要的呢。你是讲？无毋对，阮小姐和何公主一定做伙过啊！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。地万物皆有情，我哪会到即阵还阁找无即个良缘？这良缘到底是代表什么良缘？到底是什么人的良缘？我是安怎找无的？你会惊哦？啊，你毋是毋相信？我替你问好清楚啊！李芳，我看扫扫去，我还是莫知影好啊。我到遮来啊！哎，无问好清楚，你等于困会去哦？啊，毋过我安尼去问人，我感觉无啥妥当。不要紧，你徛人遮就好啊！我替你去问，吼，啊，真足听，吼。何公主，李芳诶，啊你哪会来遮？我专工来找你的啦。来找我，什么代志是？我要问你吼，你是啊对阮小姐无要无紧啊？无要无紧。你莫阁假啊，好无？无要无紧的意思，就打开始的时阵，你欺骗阮小姐的感情，过来哦，搁甲放杀啦！我哪有啦？哦，啊，迄暝你和阮小姐的感情，你无想要承认哦？是什么时阵啊？讲到恁这查甫人吼，迄逐个物件食就脆切切的，啊，就无想要承认啊啦！我问你，你有单独和阮小姐离破厝过一暝无？有啊。也毋过。莫讲毋过啊啦！你有抱阮小姐到天光无？我。你有揽过阮小姐无？我。有啊无？一句话。有啦。有，别讲啊！安尼就证明你和阮小姐有困规暝。我是不得已的啦。不得已，啊，无是阮小姐举刀威胁你，
还是阮小姐甲你绑掉的啊？无啊，恁小姐无甲绑掉的啊。微芳的，迄是因为迄暝吼，恁小姐惊单位讲我毋只的。哦，你毋只会一时冲动，无法度控制你家己的感情。微芳的，你吼莫安尼黑白讲啦。啊，本来就是啊。你承认啦。秀莲，秀莲，秀莲，你先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好无？我并无生气，我只是无度理解，啥做这件代志你无甲我讲。秀莲，我就想讲这件代志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啦。干嘛呢？我看你是做贼心虚吼。微芳的，你真正是你莫找出去，你是为着大小姐甲我才来证明这件代志，伊并无毋对。秀莲，其实迄暝我真正是。好啊，你莫讲，我无想要听迄暗的代志。你想要安怎做是你的自由，我并无权利干涉。我先来走。哎，秀莲，何公主，是个什么代志啦？何公主啊，我求你啦，你即摆含我来将军府，考劝阮小姐，啊无我惊阮小姐伊会想袂开。哦，微芳，我真正变大惨你啊！我。何公主，微芳阁求你啦，即摆你含我来将军府考劝阮小姐，啊无阮小姐一定看袂到明仔载的日头。何公主，安尼你心敢会安？何公主，好啦好啦，你莫搁哭啊啦。好啦，我跟你来。哦，何公主，陪我来吼。当初天心无甲我讲，伊甲大小姐的代志，讲伊真正心虚。秀莲，你转来。阿爹，我有淡薄忝，我先去休困。秀莲，小等。啊，你是安怎？我看你安尼怪怪。秀莲，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若拢唔讲话啦？秀莲，敢是甲天生有关系？敢是天生伊欺负你啊？若是天生欺负你啊，你直接甲阿爹讲，阿爹替你出头，伊家己问个清楚。阿爹，你莫去找伊，我真正无代志。唉，阿爹是一个查甫人，啊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难免有一寡代志，歹势甲阿爹讲。唉，假如你若娘来还阁伫个就好啊。看你安尼闷闷不乐，阿爹是会做唔甘的。阿爹，是安怎，秀莲，你还咧哭啦？好好，想要哭，就尽量哭出来，哭出来了后，心情会较好。好，快去，你哭。阿爹，你带我离开好无？离开这？秀莲啊，啊你甲天生到底是安怎啦？那雄雄无代无志，讲要离开这啦？搁再讲，离开这咱是个人去倒啦？阿爹，你莫阁问啊！我无想要讲，我真是无想要讲。我即摆敢若想要离开这，只要当离开这，去倒位拢好。阿爹，你答应我好无？好啦好啦，阿爹答应你就是啊，哈，好啦，莫搁哭，莫哭哈。何公主，到家就好啊。
美芳诶，啊，你毋是叫我同齐转来苦劝为民？何公主啊，我是要试验看卖你有关心阮小姐，啊，即马证明你足关心阮小姐啊，所以你会当转去啊，我来甲阮小姐禀告这个好消息，哈。喂，你何时会做过话你？你害羞来误会我？哎呦，何公主啊，啊，你敢有看到秀莲迄个表情？啊，迄阵若真正爱你吼，就应该要相信你啊。像这种无信任基础的爱情，我劝你也是放手。过时，喂，美芳，我真正叫你气死你！阿妹啊，赶紧来找秀莲。啥？你家使人哦？无毋对，安尼敢袂伤卑鄙啊？追求爱情上厉害的撇步，就是卑鄙两个字。你有讲毋对无？敢毋是信任？卑鄙会当拍败信任，所以卑鄙比信任更较重要，啊嘛赢过伊啊！知无？那安尼天生一定就生气的啦。小姐，你放心啦，迄何公主的腹肠遮尔宽吼，伊袂扣分啦。毋对啊，万一天生若是知影去甲秀莲解释清楚，安尼一定会怪我的啦。小姐，你别贪烦恼好无？我美芳在做代志，你放心啦。就是因为你，我毋才袂放心。小姐，你爱信任我好无？信任已经去互 BP 霸派啊啦。无啦，小姐，我甲你讲啦，美芳哦绝对袂互因两个好好的啦。你要安怎做？这个时阵就要下重药。哎呦，你摕镜头我是要创啊啦！啊，对明仔载开始，你就卡这样绑咧巴肚，啊，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啊，假设吼你有心啊。有心？才几工尔，巴肚哪有可能遐尼大啊？伤紧啊啦！嘿吼，安尼叫人伤紧吼。美芳，我知影是有我好啊，我嘛无反对你替我想办法，啊，毋过请你想一个较正当的方式，有听到无？知影啦。等你若想到啊，才来找我。出去。哈？出去啦！小姐，我等一下，谁来找你？过时。天生，你千万唔通怪我，我真是足介意你的。希望后摆会当逐工拢甲你做伙，逐工拢看到你。望南想，孤芳寂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怀。惨啊！这个小命花愈来愈细啊，但即嘛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哎，娘娘佫不准我人质订婚，啊我真正等无无啊啦！上天赐予咱5支镜头啊，每一支拢这么啊重要，一定要好好爱惜，千万唔通损害。只要伤害任何一支镜头，这棍头母顶起都无力。娘娘讲5支镜头啊，不如棍头母有力。啊，我若甲这7撮火一中做一拍，安尼毋就甲棍头母同款？对啦，就用这个办法。顺风，大电神通。这个火真正有较严呢。娘娘
暂时袂危险啊。我叫袂啦，提早甲你阿娘提亲。啊，你若拜堂的时阵呢，迄大红蜡就较接我啦吼，多谢你，多谢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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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诶！我笑诶，迄是两元呢，这唔捌会，真正是。等下吼，我头了食迄肉包，真正拢爱排队呢。哇，生意够好个啦！啊，食完吼，啊，咱食迄菜头粿，菜头粿嘛是共款啦，拢生意到迄落，啊，搁再拜托。啊，你袂赴啊！拜托诶，你若是天数两元，你即马就随拜堂，拜堂了后吼，拜托迄大红蜡烛，你就接我，是甲我公主有求啊！拜托拜托啊，你就做做好心啦，拜托诶。你笑的哦。拜托你，即马随拜堂啦，哎。拢我笑诶，公主啊！中原到底是什么物件啦？我真正拢找无啦。哎呦！我写两个那种，唔知呢，爱切看卖哦。提醒啊！万丽，你来吃。你有找着两个无？我找无6元呢。对了，你拄则伫咧遮有看到秀莲经过无？秀莲姑娘，唔伫咧捌做庙。拄则有去找我啦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。我是烦恼秀莲家己踮伫咧外口有危险。无安尼啦，无咱沿路找啦。然后我都找着两个哦，先注意看卖，看有看到秀莲姑娘。好，好来，好，行行行。我有一样物件要送给你，你看。就水的奖款。秀莲，这针花是阮何家的传家之宝，也是阮阿娘要交予伊未来新妇的。这阵，我把这个针花交予你，代表我何天心也佮江秀莲已经订婚了，而且也表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阿爹，知影你一定真唔甘离开天星的，也毋过无要紧啦，咱只是暂时离开，若是有可能，咱还是去转来啊，吼。阿爹，我永远都无想要转来这。是安怎呢？阿爹，你敢真是认为我甲天星适合做伙？迄是当然的啊，恁两个人是郎才女貌，真适配啊。啊，毋过我无安尼想，我认为天星，伊应该甲大小姐做伙才对。唔对，虽然阿爹知影慧敏嘛真介意天星，也毋过感情是自私的，哪会用随便让我别人的啊？阿爹，你敢袂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有一天你插一挂鱼骨头转来，阿娘毋知影是顶过孙鱼骨，竟然甲伊弹掉。迄个时阵，我就安慰阿爹，用孙鱼骨滚汤，甲用猪骨来滚，咱也吃袂出来，无甚好可惜的。天心，你就好参像顶过的孙鱼骨，伊若是甲我做伙，就会甲猪骨同款平常。无人知影伊的顶过，无人知影伊的价值。秀莲，也毋过，咱即摆拢知影伊是孙鱼骨，咱就袂去犯着同款的错误啊，对无？就算讲咱真是用孙鱼骨来滚汤，咱敢才会出来其中的差别。虽然大将军伊毋是好人，啊，毋过伊真疼惜大小姐。假使讲天心若甲大小姐成亲，我想大将军一定会好好栽培天心。阿爹，为了天心的前途，我应该放弃。秀莲，阿爹知影你的用心，也毋过，你敢放会落？只要知影天心以后会比即摆较好，我就放会落。你即马讲了简单啦，
也毋过你以后，逐工拢会去思念伊，就算讲你日日夜夜思念伊，也毋过你却无法度去看到伊，安尼会真痛苦咧。我会忍耐，我会甲伊放袂记。好啦，物件款款的，咱好来走。红爷咧等咧，吼。对，你是安怎？我无细意听我的电话。因为较细意的。哦，我知啊。阿姊，你这想提醒哥哥对无？才会跋倒对无？囡仔人唔捌，莫后白讲话。本来就是啊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我看咱找一个所在休困，等你较好才去行，吼。阿姊，我卡你。大家。哎呀，龙眼到底是啥物所在啊？人讲天赐龙眼，是啊，咱这个龙眼一点仔线索拢无。先生啊，你有感觉今仔妈祖庙前前后殿拢无啥物人无？对，拄则行入来，拢无看到人嘞。连秀莲甲阿二婶都无看的，是走伫对，咱一条尾。哎呦，上下，看嘛看嘛。那是写啥？阿二婶甲秀莲走了。哈？啊，现在无代无志要走？秀莲一定是袂堪的这个刺激，所以才会离开。我较紧回来甲小姐讲这个好消息。天生，啊，你也唔讲话？万丽，阿二婶讲，伊要斗相共找保姆，要救林公主的命。这件代志完全无斗相共着，伊感觉足见笑的。还佫为认为大家变讲入来，伊为着秀莲还佫有阿凤的安全，伊决定要离开霸州城。哈？这招佫厉害哦！我装笑的。阿二婶嘛真当有影的，伊拢踮咧妈祖庙内面，哪会知影外口局势变化？哎呦，人朝廷伊们派30万大军要来支援啊，军兵来到，台外兵就拢总甲赶倒伊啊！啊，谁要离开霸州城咧？所以讲哦，天生，天生，天生，敢会讲秀莲姑娘离开，就永远袂当倒来？啊，静海千尺龙，苦海万丈波。秀莲。秀莲，我要走。秀莲连尖火都无炸走，安尼真正足生气。委员，来紧甲秀莲找到，紧甲秀莲找到。这有一间庙，咱先入来休困者。
你来接过来。哦。来，对嘞。阿爹看卖你的脚，哪里痛？这。阿爹，多谢你。真正的，哎，较细腻。东南唱高旁，寂无听孤单窗，伊我点。你唔才煞着嘞！哎，个遮尔大声，连妈祖庙拢要听到啊！妈祖庙，对啦，我就是妈祖庙吼，听到一个好消息啦！啥物好消息啊？小姐，迄个秀莲吼，一定互我西人成功离开啊啦！敢有这种代志？小姐，这是你真好的机会。何公主即马吼，心内一定作乱的，啊嘛作空虚的，足需要人家陪的。小姐，趁这个机会，去甲何公主抢过来。抢过来。天心，是嘞，我毋是条工要辜负你，啊，毋过我想过啊，我认为你应该甲大小姐做伙，因为伊会当互你的，远超过我会当互你的。甲你做伙这段日子，我会永远会记得。就好亲像你送我的针花，我会一世人藏伫身躯边，好我珍惜。系啊，针花搁伫房间。对，发生什么代志？阿爹，我有物件袂记摕，我即摆等你摕。免摕啊啦，袂记就煞煞去啊。若无重要，搁买就有啊啦。袂用的，这项物件真重要，我一定要等你摕。也毋过你的脚，我的脚已经袂要紧啊，阿爹，恁伫遮等我随转来。哎，秀莲啊，你落较细意啊。看起来你要落雨啊，我敢要继续行。唔管啊，若真正袂用的，我就找一个所在撇好。秀莲，秀莲，秀莲，秀莲。奇怪，哪会向我唔听？头前咧落雨，头前若咧落雨，我就莫有遐过。奇怪。这个针花哪会叮当来叮当去啊？敢会是妈祖婆要甲我指点？妈祖婆，你是毋是要甲我指点讲秀莲这人伫倒位啊？是毋是咧？
哎。敢会是妈祖婆在真修炼伫这个方向？我咱落这么紧，这所在我拄则毋是行过。哎呀，我伫遐踅来踅去，我找无路，是要安怎？小莲，天心，天心，天心，你哪会伫这人啊？我唔知啊，你就用一阵风把我架起，然后我就打起来。这里。天心，你有安怎？小莲，我无代志，你莫烦恼。你有手仔摕着，搁讲无安怎？会听无？我替你暖暖的。安怎？敢有较好？小莲，我这只手去有手啊摕着。天心，你辛苦。对啦，啊你哪会伫个风雨中在压雨呢？我唔知影，我想要等去摕物件，结果煞落雨。我想要骗雨，煞安怎行拢行袂出去，结果伊就来啊。你要等去摕物件，要摕啥物件？我想要摕。要摕这，对吧？你咧，你来出现伫遐。小莲，我甲你讲，我感觉足奇怪。当我一直找你的时阵，我找无你。啊，这个针花哦，就踮伫我的衫内面，安尼动来动去。我就甲摕出来，我祈求妈祖婆，真看看你到底伫咧倒位。然后，就有一阵风安尼吹过来，把这个针花吹走去。我看针花叫风吹走去了，我就一直溜，一直溜。我溜到要到的时阵，向外有一阵大风，把我架起来。啊，然后，我就呆在你的面头前啊。这神奇哦。足神奇的。小莲，你是安怎要走？你是毋是还搁想去？无，敢真是无？真是无。小莲，我甲慧敏真正无啥物关系，迄拢是美芳后面讲的。我知影，我相信你，我一直拢相信你。我只是感觉，我陪你袂起。你后面讲，啥物你配我袂起的？我会当甲你做伙，
是我顶世人修来福气，是我好天生高管你才对。你敢知影，这个尖花是安怎会变成阮父家的传家之宝？我听阮阿娘咧讲，阮阿爹当年渐渐煞定，阮阿娘烦恼阮阿爹食无好，有一年就教阮阿爹出征，结果阮阿爹战赢，拄啊转来皇上来出巡，踮伫咧兵营来加冕戍兵，然后皇上看到阮阿娘真用心、真拍拼咧煮食。当然，嘛包括着皇上的暗顿。皇上食了后，非常的懊恼，就甲阮阿娘传入去营长面前，问了后，才知阮阿娘竟然无惜家己的性命，日夜奔波照顾阮阿爹，所以皇上非常的感动，才会允许这个尖花给阮阿娘。所以恁阿娘就真顶小伊，家己当做恁父家传家之宝。秀莲，当我甲这支尖花交予你的时阵，我就已经认定，这世人我心中永远只有你，袂阁有别人。我知影这支针花真珍贵，所以我知影袂记摕的时阵，我就马上转去摕。那呢？你的心中是毋是永远只有我一个？你的手过疼无？我摕暖暖的。我的手已经好真多，也毋过，你竟然想要离开我，你敢知影？我的心足痛。担心？秀莲，你正是啦。你是创啥？秀莲，你看，天生秀莲，英杰动心，我搁差一日就完成啊咧。你这样早起来是咧无闲做啊？我要甲咱两个人的爱情，刻在我这个大石头，
让天地见证咱的良缘。天星，你想做？良缘，小磊，良缘。天星，小磊，小磊。天星，你带我来这是做啥？小磊，你敢知影是啥物促成咱这对良缘的？是迄阵哦，甲我找到你的风呢。迄天哦，我咧找无你的时阵，我祈求妈祖婆指引你的方向的时阵，向用一阵风甲我吹起来，然后找到你啊。啊，不过即马无风啊。无风啊！啊，对啊，小磊，将要提出来我。风来了，小磊！天星，你公主有救啊！伊有救啊！小磊，呀！阿爹，阿姊，小磊，你回来。你摕这物件哪摕遐久啦？规暝拢无回来，那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呀？对啊，我甲阿爹足着急。阿爹，我听讲朝廷已经派30万大军要来请阮爸收城，咱免离开啊。真实了。真好，咱唔免离开这，而且我也无想要离开这。阿爹，我昨有拄着天星。你有拄着天星啊？哦，我知影，你就是为了天星才无要离开这对吧？啊，天星伊人呢？哪无甲你做伙来？伊摕良缘去救林公主。啊？伊找到良缘啊？哎，真好啊！安尼林公主就有救啊！感谢妈祖保庇，感谢妈祖保庇。阿爹，咱等去妈祖庙等因转来。好，咱紧来。上庙会呢，愈来愈细啦，你要欢喜啊！到底是要安怎？为着要救娘娘，就算5支镜头啊拢烧掉，我嘛甘愿。娘娘，我无乱来，我无乱来啊！你即马感觉安怎？我爱你去找千里的来。找千里的来？啊，找千里的来是要创啥啦？你莫甲我惊啊，公主，你莫甲我惊啦！想要见千里的，已经去找伊来。我去找千里的，我若去是啥物人要照顾你？你若是有一个啥物啥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我陪你离开家来啦。天气。好啦，娘娘，我来去找千里的，你家己较细致的。
送出去！现在要创啥？创啥？我是要来抬林怀定。你若搁再亲近，有即时回头，到尾也受伤害的人是你。你若死，我就天下无敌。哼！小莲，这是有路向我路，我惊林公主会有性命危险，我赶紧来找伊。妈祖启示录，纯净的心，唔惊别人来诽谤。只要咱做得正，做得成，任何人安怎来诽谤，颠倒会搁较升华咱的人格。红像花丛边浸畔，雨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